好，今日都係2025年12月12日，雙十二節。都 update 下龜龜先。我屋企嘅啲龜龜咧就係、本來有3隻，而家得返2隻。大嗰隻咧就去咗小夏威夷瀑布嗰度長眠啊！而家得返呢2隻。鏡頭前面最近呢隻就係中龜，嗰隻就係細龜。中龜咧就係嗰陣時領養返嚟嘅。比較醒目啲嘅，周時都會走出嚟及住你啦，出嚟同你打招呼啦，嗲下你摸下佢啦。呢隻細龜咧膽細啲嘅，經常怕醜。個膽咧好細嘅，喐下咧都縮開嘅。但係咧玩起上嚟同埋大中龜咧又唔係話咁怕醜嘅喎，兩隻經常一齊玩嘅，兩隻都係仔，男生。大龜就走咗啦，咁佢係女生。兩隻成日喺度玩㗎，而家係12月份，應該就冬眠嘅，間唔中都要浸下水，畀佢哋活躍下，飲下水，浸夠咧又再冚住啲毛巾，暖粒粒咁樣瞓覺嘅。係咪啊？打個招呼啊！細龜你都喺度住咗10幾年㗎啦喎，係咪啊？好似係2010年咁上下接你過嚟嘅，買返嚟嘅你同阿大龜兩隻係買返嚟嘅，咁咧就你咧就係好似係2011年度啦，就領養嘅。打個招呼啦 ，hello，係啦，哇，打喊我添 ，hello，影緊你哋啊，好啦，影住咁多先啦。呢度呢啲就係佢嗰啲石頭啦，同埋瞓覺嘅毛巾啦，仲有啲洗咗。好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